香港清潔行業長期人手不足，尤其係年輕人投身清潔行業嘅都唔多。今次帶大家睇下我哋嘅新同事點樣適應工作同埋生活嘅。新同事喺開始正式工作之前，會進行全面嘅培訓，當中包括睇教學影片啦、模擬操作訓練，最後由師兄師姐帶佢哋出去實地工作。培訓咗一段時間，同事就要自己出去做嘢㗎喇。冇話師兄帶住嘅時候咁輕鬆咯，全部要交俾自己做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哇，呢樣問題我未解決到喎，後邊仲有好多嘢做喎。跟住咧都會考慮，哇，我趕唔切我個客，後邊仲有好多單喎咁樣。客人對呢位剛入職半年嘅技術員有咩評價呢？聽人講咯，即係你話乜嘢佢會聽你講咯。好細心啊！係好細心呢個靚仔，好細心，真係值得讚。即係遇到每去到一個位置或者一間鋪多人啦，咁你去到邊度可能有人喺度做緊嘢啊，都係打聲招呼啊，問一問佢啊咁樣。問得多啦，咁啲人會自然會同你講有啲咩問題想你幫佢解決嘅。仔細檢查、認真工作，就算係新同事，每日都會咁樣做嘅。咁佢哋平時放咗工之後，又會做啲咩去舒緩工作壓力呢？平時我會去邊度打？都係喺附近咯，彩虹道附近係。我向分店店長查詢。所以平時工作雖然好忙，但忙之餘都有努力咁融入生活，例如同埋同事打下籃球、行下山，仲有參與社區嘅義工活動，揾到生活同埋工作嘅平衡啦。